首先我哋介紹嚟名，有翁係因緣獲劇曹子晴、李天瑩，同埋我叫鄧思晴。我哋國家叫做 Parklandia， 我哋諗咗有食物、國旗、錢幣、交通、地圖、文物、衣服等等。最後我哋投票咗錢幣做我哋嘅主題。我哋認識咗錢幣嘅歷史，我哋仲玩咗以物易物嘅遊戲，我哋仲認識咗唔同地方嘅錢幣，有日本、越南、中國、美國同埋香港。我哋仲認識咗俾錢嘅方式，例如有現金支付同埋電子支付。我哋仲喺 ABC 訪問咗睇下最多人揀嘅俾錢方式，最後我哋睇到最多人揀嘅俾錢方式係電子支付。我哋仲喺 ABC 做小偵探，玩 ABC 特色嘅圖片，或者 ABC 錢錢鎖匙扣。我嘅錢錢鎖匙扣有小朋友同埋 ABC 小朋友上課時間情況。我嘅錢錢鎖匙扣有小豬 ABC 校飛同埋好似八達通一樣。錢錢鎖匙扣有小白兔 ABC 度個碼、擔針同埋 ABC 校徽、ABC 學校名。我嘅錢錢鎖匙扣好似八達通一樣有小黑同埋 ABC 校徽。我嘅錢錢鎖匙扣係圓圓嘅，有 ABC 小朋友在跳舞，表情很開心。兔仔和公主，仲有 ABC 兩個小朋友同埋 ABC 校徽，仲有愛心。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嘅錢錢鎖匙扣。1、2、3，多謝小朋友為我哋介紹咗 Parklandia 入邊你哋設計嘅鎖匙扣。呢個錢錢鎖匙扣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喺香港用緊嘅八達通一樣。原來喺 Parklandia 入邊，我哋要用呢個錢錢鎖匙扣。呢啲錢錢鎖匙扣咧，入邊融入咗我哋 ABC Parkway 嘅5大核心價值，有 unicorns 啦，又要同人 share。